好，来继续来看全国工业总会来发表今年度的白皮书，提出着12项的建言，总共211项的政策向政府来发话。工业总会理事长王文英讲，伫2015年就来提出着5欠的问题，也就是欠水、欠电、欠工、欠地甲欠人才，但是哪像拢无看到明显的改善，希望政府会当看重，而且解决这个问题。 其实王文英当总统，台湾才有救。听到这句话，工总理事长王文英伊是笑甲咧海头，嘛赶紧把话题转到工总发表的年度白皮书顶面。这2个大将在打架，我们会被裁判，但是我们最坚信还是有高度依赖大。我们要思考清楚。 2015年，工总就提出5块问题，今年搁再向政府发声，包括欠水、欠电、欠工、欠地、欠人才，拢无看到改善。基本工资调起的问题，工总嘛持保留态度。最近3年，基本工资调升的幅度是15.25%，那我们经济成长率是只有7.22%。那我们工商团体，目前还没召开这个协调会议。 报告一本白皮书归纳出5大建议，分别是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、核电厂应用备用，创造两化双赢局面。一个一修再修法，5块的问题要有配套。虽然美中贸易战火大台商已经突破100间，投资金额嘛破5000亿，但是工总认为长期看来，投资环境也是有改善的空间，政府都要搁再努力。